約翰二書1章1至13節。作長老的寫信給蒙揀選的太太和他的兒女，就是我誠心所愛的，不但我愛，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愛的。愛你們是為真理的緣故，這真理存在我們裡面，也必永遠與我們同在。因為憐憫、平安從父神和他兒子耶穌基督在真理和愛心上，必常與我們同在。我見你的兒女有照我們從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，就甚歡喜。太太啊，我現在勸你，我們大家要彼此相愛。這並不是我寫一條新命令給你，乃是我們從起初所受的命令。我們若照他的命令行，這就是愛。你們從起初所聽見當行的，就是這命令。因為世上有許多迷惑人的出來，他們不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來的，這就是那迷惑人敵基督的。你們要小心，不要失去你們所做的工，那要得着滿足的賞賜。凡越過基督的教訓，不常守着的，就沒有神；常守這教訓的，就有父又有子。若有人到你們那裏，不是傳這教訓，不要接他到家裏，也不要問他的安，因為問他安的，就在他的惡行上有份。我還有許多事要寫給你們，卻不願意用紙墨寫出來，但盼望到你們那裏，與你們當面談論，使你們的喜樂滿足。你那蒙揀選之姊妹的兒女都問你安。